BBC 統計話，中國有基本常識嘅人咧，淨係得8.7%啊！即係中國咧，100個人入邊，淨係得8.7個人咧有基本常識，所以基本常識都好重要噶。我讀下啲信俾你聽，你就明啦。啲信寫得好長，我都刪咗嘅，只留翻啲問題。老王你好，我係你嘅粉絲，特別中意你嘅影片，每次嚟到都覺得好有意思，好中意你嘅片。我15歲喺中國我係一個中國人，而家冇一間烹飪學校讀書學做廚師。我想問下，睇國內用 VPN 咁事噶嘛？呢個第一個問題啦。你睇下幾基本嘅問題，梗係冇事啦。因為中國 VPN 點解會有？點解會咁？因為除咗你哋翻牆嘅我個頻道之外啊，仲有更多需求咧，係外貿企業，甚至有啲開發類企業、科研類企業、IT 類企業，佢哋一定要同外國團隊一齊合作。特別係 AI 類嗰啲，所以一定要用 VPN 去上外國嘅電郵啊，雙方交換咗咩 Zoom 查下個資料喺 VPN 真係搞唔掂，仲有交換訂單冇貨咁你梗係要上外網啦。所以咧 VPN 其實冇辦法徹底禁絕嘅，除非中國唔要做外貿啦，但係可能性唔大。所以咧，你一般市民翻牆用 VPN，或者你係同中東做生意做淘寶定係做海淘定係翻牆嘅我哋反動片其實都冇人理你，所以冇問題嘅。AI 係最蠢嘅咁嘅，唔好以為 AI 係一個好啲嘅人AI 其實就等於啱啱大學畢業嘅學生嘅，而且佢仲喺啱啱大學畢業學生嗰種腦筋，雖然有。但係佢啱啱畢業學生嗰種社會經驗啱啱畢業嘅學生始終人哋喺宿舍混咗4年，鬥心機玩過宮鬥噶嘛，所以佢 AI 咧就冇經歷過呢啲啦，所以佢 AI 咧好容易俾人呃噶，你好容易就可以呃到 AI，佢都分唔到邊啲數據係真，邊啲係假，佢只係將佢揾到嘅所有資料全部列出嚟俾你，跟住再順住你嘅意思配合你。呢個就係而家 AI 嘅問題啦，未來一定會有 AI 調配師呢個職業，就咁講啦。我唔認為 AI 出現之後真係可以改變人類幾多。依家有好多人話 AI 可以改變人類，係一個劃時代。我唔否認確實可以改變好多，但係我同你講 AI 出現對人類嘅影響，唔係話人類歷史上淨係得呢一次。北友黃仁勳先嚟講，你要跟住講你就係，因為黃仁勳賣嗰啲嘢就咩 AI 最賺錢嘅，其實就係佢自己。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同你講，報紙出現之前，印刷術出現之前，書本出現之前都係咁。你睇下，人類最早係咁書嘅，大家知啦。人類最早就係手抄，寫喺竹簡上或者沙草紙上，全部都係手抄。邊有印刷術？邊有書？邊有報刊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咧，用手抄寫喺造紙上或者手工刻嘅竹簡上咧，係幾咁辛苦嘅事。如果你寫到洋洋灑灑有5000字，你就勁啦。我啱啱有15000字，有人幫你刻晒喺竹簡上，所以唔係特別重要嘅資訊根本唔可能出書。3000年前、2000年前，如果唔係特別重大嘅事，根本唔會有人幫你寫低落嚟。發明嘅紙張、發明嘅印刷術，係咪 AI 出嚟㗎啦？以前普通人根本接觸唔到，以前老百姓如果攞到一本書已經係一卷書啦。嗰陣時都係卷軸嗰種。3000年前嗰啲竹簡書真係勁誇張。你要幾有錢先睇到你要幾有實力咧，先至可以攞到一卷竹簡古書。所以所謂嘅焚書坑儒咧，你哥今日想焚書坑儒都唔得啦。點解因為書實在太多，太容易攞到，你焚都焚唔晒。嗰陣時成個中國都冇幾多書，邊個手上有一本咩書？大家都知，成日借佢借去，傳佢傳去，甚至有啲書係自傳男唔傳女，自傳徒弟唔傳外人，因為實在太珍貴啦，明白啦嘛？諸子百家之前嗰個時代啦，但你睇下嗰陣時啲人思想係咪好貧乏呢？其實一啲都唔貧乏，點解呢？第一，95% 以下嘅中國人，甚至世界人呢，其實都唔配去承傳落去，所以佢哋攞唔到書都冇乜影響。但係嗰5% 聰明嘅人呢，佢哋攞到嘅都係最重要嘅嘢。聰明嘅老靈魂呢，就係諗緊最重要嘅嘢，效率高到不得了。佢
發明嘅印刷術、發明嘅活字印刷、發明嘅雕版印刷，佢都印得出嚟，連金瓶梅都可以印出嚟啦。你睇下呢個情況，呢個代表咩意思啊？就好似今日 AI 出現一樣啦。你可唔可以想象佢孔子之前嗰個時代，有人會喺竹簡上刻皇書咩？黑眉央生點樣搞馬寡婦啊？馬寡婦點解會口眼歪斜啊？呢啲細節點可能會刻喺竹簡上啊？咁呢個係好大工程嚟噶，點會有人咁樣搞咁嘅嘢啊？所以3000年前啊，你哋皇叔呢個世界上嘅皇叔冇咩皇書，連小說都冇，只係發明咗印刷術啊，成本超低，連賣菜嗰啲人呢都可以睇嚟抹屁股啊，人人都可以攞紙嘅書嘅抹屁股，去到呢個程度，先至係人類知識嘅大躍進啦。係咪就好似 AI 而家帶嚟踴躍聲一樣啊？甚至仲勁啊！我覺得其實比 AI 仲勁啊！我都未聽過古代發明造紙術嘅蔡倫，或者發明印刷術嘅畢昇，話咩？但係我哋真係人類嚟噶嘛？我哋從來都冇發現過呢啲人類嘅拐點嘅，咁就嚟自自然然咁發生嘅。但係你睇下書本出現咗之後，人係咪變得更聰明嘅？咁啊，人哋知識係咪變得更先進嘅？都冇。點解啊？因為假書都一齊出現噶嘛，造假都變得好容易啊，造假成本好低，所以你都分唔清邊個寫，係個都可以出一本書啊，冇錯啦，都要出一本屬於自己嘅自傳，所以你睇喺多書堆入邊都迷失咗自己，真係讀唔晒，所以先至有嚟諸葛亮之後嗰種感慨。你話要咁大略，其實我都係咁。諸葛亮嗰個年代已經睇唔晒我成日都只係咁目錄。記低幾句重點就算數，而家就更加係咁啦啊！成街都係報紙雜誌小報噶，你如果當嗰啲嘢係知識，你就死硬啦。咁你睇下 AI 之後呢，我講係咪變得更加廉價，知識變得更加平？真係好似你阿媽咁樣，銀河咁無窮無盡。假嘅都仲係咁多啊！假貨嘅比例呢，絕對唔會少嘅。有啲人話有啲 AI 之後呢，假貨會少，錯晒。就好似有啲蔡倫有啲畢昇之後一樣啦，假貨仲多咗添啊！我覺得 AI 出現之後 ，AI 調配師出現咗之後咧，假知識會更多啦，真係多咗好多 AI 都係咁。